To settle in this country forever is not a right, but a privilege, and it must be earned. 大家好，今集唔講英國，會以最簡單明白嘅方式講清楚英國內政部2025年11月推出標題為 A Fairer Pathway to Settlement 嘅 Command Paper 諮詢文件係乜嘢？總結嚟講，政府提出將傳統上大多數路徑5年可申請定居 ILR 嘅制度變成一個更長，同時以貢獻作為條件嘅制度，政府稱之為 Earned Settlement， 以貢獻換取定居。換句話說，唔淨係睇你喺英國住咗幾耐，而係要睇你有冇語言能力，有冇穩定工作，冇犯罪記錄，冇長期依賴福利，甚至要睇你有冇做義工或者其他對社區嘅貢獻。文件提出嘅主要改動包括把基線由5年拉長到10年，並且為某啲群組，例如低薪或某啲工種設更長年限，有選項提到15年，甚至對 Core Protection 提出20年嘅方案。同時，文件亦列出可以快速通道嘅例外，例如對高技能人才或 NHS 等關鍵崗位可以保留較短年限。點解會有呢份文件？政府嘅理由係因為近年淨移民激增 ，Home Office 預測2026至2030年間有約160萬人會走到 settlement 路徑，而2028年可能出現約45萬人嘅年度高峰。呢啲數字被政府用嚟支持要加長定居年限，同時引入貢獻式限制。當然，文件係一份公開諮詢，意思係政府提出多個選項。現階段係徵求公眾、機構同利益相關者意見，諮詢期通常會有截止日。文件內有列出提交方法。最重要嘅一點，政府喺文件內強調，對已獲永久居留嘅人唔會被剝奪，但會把尚未獲得 ILR 嘅在英居民納入新規範，亦即係話，依家持有 BNO 簽證但未夠5年，或已經在英但未申領 ILR 嘅人士，可能會因為新規而要多等1年、5年，甚至更耐，視乎最終規則點落實。公眾、律師團體、智庫同慈善機構都會密切留意點樣定義豁免或保留5年路徑嘅群組，對 BNO 英國國民、海外簽證持有人直接影響。今段我會專注講 BNO Visa 嘅影響，因為好多香港觀眾最關心嘅就係咪起唔到英國居留，會唔會影響家人，會唔會影響已申請或已在英嘅人。先講結論。 Command Paper 本體同 Home Office 同日聲明指出，對已獲永久居留嘅人無追溯影響，但對仍然未獲 ILR 嘅在英人士，政府計劃把改動套用到今天仍在英但未獲 ILR 嘅人身上。換句話講，如果最終把基線改為10年，而你未曾申請或未獲 ILR， 可能就會要以新條件為依歸。但係 BNO Visa 係特別情況，文件同政府聲明中有提到某啲類別會有豁免或特別考慮，而媒體報道，例如南華早報、Guardian 等引述政府講法指出，政府已經表態 BNO 5年路徑唔會受新嘅某啲變動影響，但文件本身仍然在所有未獲 ILR 者納入諮詢範圍。實務上，呢個意味住兩件事並存。第一，政府口頭或新聞稿可能會為 BNO 提供政治性保障，即短期內會保留5年路徑。第二，文件喺條文上保留更廣泛嘅改動空間，最終細節會喺修改 Immigration Rules， 通常由 Home Office 於2026年4月起陸續發表，事先確定。換句話講，即使政府表態保留 BNO 5年路徑，仍要密切追蹤後續法規修訂。對於已在英未滿5年嘅 BNO 持有人，最大風險係不確定性。假設最終政策把大部分路徑改成10年，但政府同時把 BNO 明確列為豁免，咁你可能繼續按5年走。不過如果文件最終以較寬泛嘅措辭通過，而冇對 BNO 作明確豁免，咁已在境內但未達5年嘅人士，可能就會受新規影響，要用更長時間先取得 ILR。簡單講，有政治保障但冇法律文件之前，風險依然存在。家庭同家屬影響，BNO 簽證配偶或家屬
通常係受主申請人狀況影響。如果主申請人獲得較長等待期，家屬取得定居亦會被延後。呢個會牽涉子女嘅福利、教育資助、家庭團聚等層面。文件亦提出將某啲公共福利或住房資格與定居時間掛鈎。呢啲改動會間接影響 BNO 家庭。若政府把福利資格推遲到取得公民或 ILR 後，對低收入家庭可能造成實際壓力。時間線與實務操作申請、審批、費用與權利。如果你係 BNO 簽證持有人或準備申請，乜嘢事件要特別要注意？第一，時間線。Home Office 表示會把 Immigration Rules 嘅改動分期推出，計劃喺2026年4月開始修改規則。內政大臣馬曼婷喺國會陳述同日亦有提及，因此任何喺2026年4月後提交或仍然在審理中嘅個案，都有可能以新規衡量。但若你已在2026年4月前已獲 ILR， 則不受影響。第二，審批文件與評估標準 Earned Settlement 會要求證明語言能力、持續就業、稅務記錄、無重大犯罪以及無長期依賴福利。大家要注意，政府有可能會要求更頻繁或者範圍更廣嘅證明文件，例如連續幾年嘅 Payslips、P60、Tax Records。自僱人士可能要出 VATSA Records， 以及英語測試成績，呢啲都會增加申請成本。第三，費用與負擔。以前英國移民局已經有申請費、醫療附加費、IHS、生物識別費等。若要通過貢獻指標，可能會需要額外成本，英語測試、證明文件、律師諮詢。而若有上訴或司法挑戰，則成本更高。對於有經濟儲備嘅人影響較少，但對低收入 BNO 家庭可能構成障礙。各類慈善機構與法律求助組織會因此加大援助需求。第四，權利嘅延遲。取得 ILR 前某啲福利、公共住房或社會支援資格可能有限。如果政府把某啲福利資格推到取得 ILR 或入籍之後，低收入家庭就會更難以獲得短期支援。文件亦提出，對於非法入境或逾期者設定更長期排除。呢一點主要係針對違法移民，但亦可能對某啲複雜身份個案帶嚟負面影響。法律風險。平等與國際承諾 BNO 嘅道義與法律層面。英國喺2021年為應對香港情勢，開放 BNO 路徑，並提供5年到 ILR 嘅途徑。呢個舉措有強烈政治與道德含義，即英國對香港歷史責任與對民主派市民嘅承諾。今次 Command Paper 雖然聲明唔會剝奪已獲定居者，但若政府打算把大部分路徑延長，最關鍵嘅問題係政府會否信守對 BNO 嘅政治承諾，以及是否會喺法律上把 BNO 明確豁免。目前官方同日新聞稿與媒體報道出現，政府聲稱會支持香港社群嘅表述，但要睇最終 Immigration Rules 文字落實情況。法律角度，若果政府把新規套用到在英但未獲 ILR 嘅 BNO 人士上，可能會面對司法審查。律師會挑戰嘅點包括程序正義、有否公平過渡安排、比例性、對特定弱勢群體係咪造成不成比例影響，以及是否違反先前政府官方嘅政策承諾。若可證明政府此前有明確承諾，法院喺衡量公平時會考慮。另外，對於難民或者尋求庇護者，文件內提出把 Core Protection 嘅定居期延長到20年，更會觸及國際難民法義務嘅審查。雖然 BNO 並非難民類別，但法律上關注嘅原則彼此相關。平等影響，提高語言與經濟門檻，會對特定人群、年長者、主要家庭照顧者、低學歷人士造成更大不利，從而可能引起平權法嘅質疑。政府喺 Command Paper 中確實列出要做 Equality Impact Assessment， 但 NGO 社運團體與民選議員會密切監察評估結果同實際政策之間是否一致。就 BNO 而言，政府若想既顧及移民控制，又顧及道德承諾，需要喺細節上做出明確保證，例如清楚列出 BNO 豁免條款，或提供 transitional measures。經濟與社會後果，
專家與智庫嘅分析。呢段我會整理外部研究機構、智庫、媒體對政策可能帶嚟嘅經濟與社會後果嘅分析。喺2025年，多個智庫同研究指出， BNO 社群對英國經濟有正面貢獻。例如有報告估算，如果維持5年路徑， BNO 與其他移民到2029年可能為財政帶來數十億英鎊嘅正面貢獻。但政府則以人口壓力、住房與公共服務為由去主張需要收窄或延遲取得永久居留嘅門檻。呢個係典型嘅成本利益論爭。短期公共服務壓力對比中長期稅收與經濟活動增長，有幾個值得留意嘅實務點。第一，延長取得 ILR 會帶嚟行政成本，更多審查、更長申請期、更多上訴。短期內，政府可能要額外投資於 Home Office。第二，對移民本人同家庭嚟講，生活安定性下降，可能會影響置業、就業投資，例如去考取資格、教育選擇。第三，社會整合可能被拉長，因為冇明確長期居留，部分群體可能較少參與社區或成為長期弱勢。智庫如 Migration Observatory 牛津提出，政策效果高度依賴細節設計，特別係如何定義貢獻以及如何處理間斷，例如育兒、失業等情況。對 BNO 社群特別重要嘅係聲明與政治信任問題。如果政府喺諮詢後明確保留 BNO 5年路徑，則對英國信譽及社區安定有幫助。但如果最後冇明確保障，則短期內會有法律、政治與經濟層面嘅不確定性，可能影響未來離英選擇，即有人可能暫緩移民，甚至取消移民計劃。從經濟角度，呢啲行為又反過嚟影響英國本地嘅需求、房屋、教育、消費。總結一下， Home Office 嘅 Comment Paper 係一份重大諮詢，可能會把大多數路徑嘅定居基線由5年提高到10年，並引入以貢獻為主嘅評分或排除條件。對 BNO 而言，官方喺新聞稿有政治性保證，但法律文件上仍有不確定性，最終需等 Immigration Rules 嘅文字化實施。你今日聽完呢集應該做啲咩？我有3個清晰建議：一、留意官方時間線。Home Office 諮詢通常會有截止日，大家要留意諮詢截止日及2026年4月開始修改規則嘅時間節點。若你有 pending case， 盡快向律師確認風險。二、準備文件與財務規劃。若你想捉緊5年 ILR 路徑，確保你嘅工作、稅務、住址證明、英語證明等文件齊備。如果你預期新規例會套用，則計劃如何應對，例如預留測試與法律費用，考慮申請時間表嘅調整。三、參與諮詢，向代表表達意見。諮詢係表達意見嘅機會，尤其係 BNO 社群、NGO、律師同業，應該提交 evidence-based 回應。如果你受影響，可以用範例說明政策對你家庭嘅實際影響。政府會把諮詢回覆作為政策評估嘅一部分，所以希望大家喺現階段唔好俾一啲製造恐慌嘅人影響情緒。唔講英國，今次講住咁多先，再有進一步資料更新，會再同大家講明。希望大家可以訂閱、讚好、留言同分享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